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，每日箴言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3月8日立約，歡迎收聽每日箴言。我哋一齊聽一段嘅聖經，創世記嘅第15章。這事以後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：亞伯蘭，你不要懼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地賞賜你。亞伯蘭說：主耶和華，我既無子，你還賜我什麼呢？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是大馬士革人以利以謝。亞伯蘭又說：你沒有給我兒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後嗣。耶和華又有話對他說：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嗣。於是領他走到外邊，說：你向天觀看，數算眾星，能數得過來嗎？又對他說：你的後裔將要如此。亞伯蘭信耶和華，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。耶和華又對他說：我是耶和華，曾領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，為要將這地賜你為業。亞伯蘭說：主耶和華，我怎能知道必得這地為業呢？他說：你為我取一隻3年的母牛，一隻3年的母山羊，一隻3年的公綿羊，一隻斑鳩，一隻雛鴿。亞伯蘭就取了這些來，每樣劈開，分成2半，一半對着一半地擺列，只是鳥沒有劈開。有鷙鳥下來，落在那死畜的肉上，亞伯蘭就把它嚇飛了。日頭正落的時候，亞伯蘭沉沉地睡了。忽然有驚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耶和華對亞伯蘭說：你要的確知道，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。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400年，並且他們所要服侍的那國，我要懲罰。後來他們必帶着許多財物從那裏出來，但你要享大壽數，平平安安地歸到你列祖那裏，被人埋葬。到了第4代，他們必回到此地。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。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煙的爐並燒着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。當那日，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，說：我已賜給你的後裔，從埃及河直到幼發拉底大河之地，就是基尼人、基尼洗人、革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利弗音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革迦撒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憑住一個應許，你可以活幾耐呢？亞伯蘭同埋撒萊憑住神會賜俾佢哋一個孩子呢個應許呢，已經生活咗好多年啦。佢哋嘅信心受到考驗，希望亦都開始幻滅啦。喺某一個黃昏，神再向亞伯蘭去重新對佢嘅應許。神話佢嘅後裔將會多到好似夜空上面嘅眾星。亞伯蘭嘅信心亦都加深咗啦。神又賜佢更多嘅福分。今日呢段經文話俾我哋聽，神唔單止親身嚟到人嗰度啊，
去更加開路，你要同佢哋去建立關係。喺段經文裏面，我哋睇到一個特別嘅盟約，係一個有約束力嘅承諾。立約嘅雙方會從分為兩半嘅動物屍體走過，意思係我如果破壞承諾呢，願同樣嘅事會臨到我身上。但係呢一度呢，我哋見到嘅只有神走過嗰啲嘅屍身。當亞伯蘭沉睡嘅時候，神自己承擔咗立約嘅雙方承諾。呢個安排呢，將會有迂回曲折嘅情節。神睇到將來嘅事，佢話俾亞伯蘭聽，佢嘅後裔將會喺埃及成為奴隸，但係神應許會帶領佢哋返回佢哋自己嘅家園。結果神真係咁樣做咗啦。我哋可以參考出埃及記12章至到20章，同埋申命記1至到3章。有史以來，人類都喺度嘗試為自己去奪取佢哋認為應得嘅大賞賜。神佢係獻上自己，神藉此清楚嘅說明，得豐盛生命嘅途徑就係明白主係我哋嘅盾牌，以及最終嘅賞賜。親愛嘅神啊，感謝你為我哋開路，供應我哋嘅需要。唯願我哋記得，你必定會供應我哋所需嘅，並賜救恩俾我哋。阿門。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《每日箴言》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